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哋繼續龍騎嘅故事。夜騎不斷攻擊龍騎，龍騎唯有召喚赤龍刀，但夜騎用上 Shrek the Vector， 用上鏡分身展開攻勢，以人數同速度壓制，再用暗翼槍斬擊佢，打走武器，拳打同踢擊龍騎。喺準備用 Final Vector 再出了技嘅時候，優衣攞上廣告牌打破夜騎進入嘅鏡子。喺鏡世界嘅夜騎感受到優衣嘅憤怒，就停止咗攻擊。離開鏡世界之後，兩人不斷爭執，同時商場經理表示要佢哋賠償頭先嘅鏡。真絲有意賠償，但係錢包唔允許，連唯有息事寧人。而佢離開嘅時候攞咗真絲嘅卡片，方便佢以後還錢。真絲放工之後，突然遇見一位神秘人，表示騎士只可以留低一位，就消失咗。喺另一方面，一名路過嘅男子俾羚羊盯上，將佢拉入鏡世界入邊。第二日，真絲到咖啡店尋找優衣，講咗琴晚發生嘅事。優衣攞出相中人淨係琴日嘅神秘人，原來嗰個人係佢嘅哥，製造騎士卡盒嘅係佢。細個嘅優衣見到鏡怪物，但係朋友都唔相信佢，只有哥哥信任同埋保護佢。不過喺某一日，哥哥俾其他親戚帶走，所以優衣一直想念哥哥。真絲聽到之後，認為侍郎製造卡盒係為咗保護人類。其後，連感受到鏡怪物嘅存在，真絲其後趕上，將羚羊撞返鏡世界，並叫小朋友離開，變身無面超人龍騎，進入鏡世界，但係俾羚羊偷襲，打飛咗佢，再用武器優勢將龍騎叉向地面，好彩龍騎踢飛咗佢，用上 Sword the Vector 召喚赤龍刀。不過依然處於下風。一輪攻勢之後，羚羊打飛咗龍騎嘅武器。呢個時候，龍騎已經有咗上次嘅經驗，踩向羚羊嘅身體，喺空中接住赤龍刀，重重咁樣劈擊咗佢。最後用上 Shrek the Vector 召喚無雙龍爪，用火焰射擊徹底消滅佢。結束戰鬥之後，無雙龍再次食咗能量核心，突然間有尖叫聲從遠方傳嚟，真絲隨後趕上，但係抵達之後卻發現連同黑翼喺小朋友嘅身邊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